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喺柬埔寨同緬甸總統吳登盛會面，係美國宣布放寬對緬甸經濟制裁之後兩人第一次會面。到柬埔寨出席東盟會議嘅希拉里喺暹粒舉行嘅企業論壇同緬甸總統吳登盛會面。希拉里舊年年底訪問過緬甸，兩人今次再見面表現親切。美國日前宣布放寬對緬甸嘅經濟制裁，包括容許美國公司喺當地投資，同埋為緬甸提供金融服務。希拉里讚揚吳登盛喺短時間之內令緬甸國內情況邁進一大步，促請佢往後要繼續大力推動政治同經濟改革。希拉里形容美國同緬甸嘅關係達至里程碑，又承諾美國會繼續協助緬甸邁向民主道路。而吳登盛亦都感謝美國決定放寬對緬甸經濟制裁，為促進緬甸改革付出努力。另外，希拉里亦都安排隨團嘅美國商界代表同吳登盛見面，包括可口可樂公司、福特、通用汽車、互聯網搜尋器谷歌等，係美國派往東南亞最大型嘅商界代表團。有分析認為，美國銳意加大喺緬甸嘅投資。希拉里日前亦都到訪過老撾，顯示老撾、緬甸呢啲國家過去一直唔受美國重視，依家就成為拉攏對象。分析相信係配合美國重返亞太嘅戰略，發揮制衡中國嘅作用。無線電視記者曾巧珠報道。